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謝主多謝剛才主席咧為我哋咧誦讀呢段嘅經文。經文咧已經咧睇咗噶啦。今日嘅題目叫咩名話？人生究竟有幾多個十年呢？請問呢句說話係邊個講㗎？冇錯啦，係柴九講嘅。能唔能夠翻得嚟啊？啲集體回憶，弟兄姊妹們記唔記得每當我哋呢位偉大嘅柴九先生，佢每講一次人生究竟有幾多個十年呢？其實呢個真係帶俾我哋咧，好多嘅提醒嚟㗎。論到10年可以話話多唔多，但係咧話短唔短，啱唔啱啊？每一個10年都係寶貴嘅，但係喺人嘅一生當中，曾幾何時豈唔係咁樣咩？時時都係兜兜轉轉，徘徊回回，借用咧某一個宗派咧嘅土文所講嘅，我都聽得多，我都可以識得背啦。應該做嘅就唔做，唔應該做嘅就做。各位人生當中特別係我哋信咗耶穌添，其後嘅每一個10年顯得更加寶貴。但係求主同樣嘅都光照我哋喺我哋人生當中，特別喺信主以後，我哋每一個10年能唔能夠喺主面前過得精彩呢？能夠覺得討佢嘅喜悅呢？呢個就係今日我哋呢一堂信息嗰個重點所在嚟啦。首先我哋嚟睇第一方面，《使徒行傳》記錄對外邦人嘅宣教。呢度問歷時幾耐喎？首先我哋要喺當中咧思想翻，究竟喺《使徒行傳》當中一共有幾多次對外宣教啊？幾多次？都唔係好似都唔係好熟嘅喂。有幾多次啊？有3次。咁請問呢3次當中，每一次係由第幾章至第幾章？大家有冇印象㗎？我上一次嚟訓練嗰陣時候咧，同大家傾開呢個問題咧，我都發現到你哋開始有少少咧跟唔上啊！如今喺大堂又再試一次弟兄姊妹們，留心聽今堂嘅信息你留心聽咩？我好相信今日你會對於《使徒行傳》咧掌握得更加多㗎。論到嗰3次對外宣教喺《使徒行傳》當中記載嘅章數係由邊章到邊章啊？原來好多基督徒都咧拿捏唔到噶。不過唔怕，首先咧俾大家一個口訣先。個口訣就係咩嘢咧？以下落嚟就係我講一句，你要講一句。首先背咗呢句口訣就係233嚟啊！咁咩叫233啊？原來就係2章、3章同埋3章啦。點背法呢？第一次對外宣教就係13、14、233啊嘛。好，請會眾嚟。第一次係幾時話？冇錯。咁第二次呢？原來唔係喺第15章開始嘅。第15章唔知你有冇印象啊？第15章可以話其實章章都咁重要。但係第15章咧，原來就係《使徒行傳》當中一章好重要嘅聖經嚟噶。今次係關乎到耶路撒冷教會嘅大會啱唔啱啊？喺嗰一次要傾嘅題目係乜嘢啊？再一次重申，人得救唔係憑律法嘅，人得救係憑咩話？因信稱義。不管係猶太人同埋外邦人，我哋都係因信稱義。咁所以233。第二次對外宣教邊度開始啊？就係16、17、18，會眾請嚟啊！冇錯。咁請問第3次係邊度開始啊？如是者，我再數埋落去就係19、20、21章，請背啊！咁好啦，即刻嚟一個考試好唔好啊？咁請問《使徒行傳》對外嗰3次宣教記錄喺《使徒行傳》邊章到邊章啊？第一次幾時話？冇錯。第二次呢？
相當好。第三次呢？咁你問第22章使徒們喺邊度啊？原來已經喺耶路撒冷啦，翻去啦，得唔得啦？好，咁我哋就不禁會，如果大家今日咧讀聖經嗰陣時候留心嗰陣時候啊，大家會唔會喺度諗咧？點解要我選呢兩段嘅經文啊？13章同埋21章啊？如果你心水清嘅，特別你剛才背咗嗰個口訣嘅話，咁你就明白咯。原來第13章同埋第21章分別就係三次對外宣教嘅開始同埋結束啊。咁所以今日我哋嘅讀經有意思㗎。其實按你嚟講，次次讀經都係有意思㗎啦。咁弟兄姊妹們啊，既然我哋知道原來13章係開始，21章係結束，咁請問三次對外宣教歷時幾耐啊？點解呆咗嘅喂？你哋豈唔係背咗口訣嘅咩喂？咁請問幾耐啊？咁豈唔係容易啲啦咩？好，仲有提示。請問今日嘅題目叫咩名話？人生有幾多個10年啊嘛？唔怕，再嚟咧選擇題 A、B、C、D， 請會眾咧務必揀一個。A 10年，三次對外宣教。B 20年。C 30年。D 40年。唔止添啊！好啊，咁連埋 E 咯。40年以上。咁而家請會眾嚟揀啦。即係保羅嗰三次對外宣教厲唔厲害啊？哇！我哋睇翻嗰個版圖啊，真係唔簡單噶。並且唔單止去宣教啊，保羅喺當中唔少嘅保羅書信都喺呢個宣教嘅過程當中寫低落嚟噶喎。咁所以要將心比己啊！你要問翻你自己啊，轉作係你去做咧，你又歷時幾耐啦？好 ，A、B、C、D、E， 請問揀邊個？揀邊個啊？你哋點知道係 A 啊？咩話？聽唔到你哋吟吟沉沉嘅，好似我俾咗答案。點解俾 A 啊？人生有幾多10年？幾耐呢？睇睇好唔好啊？哎呀，又令我喜出望外噃。睇一睇，究竟呢啲就係信主嘅好處咯。保羅第一次對外宣教幾多啊？係主後46年。咁第三次宣教旅程結束係幾多啊？主後57年。咁大概幾多年就完成咗呢次嘅三次對外宣教啊？真係10年噃！感謝主啊！原來美麗敬福音堂弟兄姊妹大家嘅聖經知識幾好噶噃，10年。保羅嘅團隊就10年。但係咁問大家一句，如果交俾我哋嚟做咧，請問需時幾耐啊？40年啊？得㗎啦。亦都提一提我，其實我哋美麗敬福音堂建堂咗有幾耐啊？都係40幾年啊！即係你話俾着呢個版圖咧，你就要40年。咁全教會做，咦？咁其實而家我哋真係做得好廣㗎咯喎！弟兄姊妹們，人生有幾多個10年呢？弟兄姊妹們啊，你有冇一種係驚訝㗎？其實三次對外宣教啊，如果真係用10年嘅時間，你話其實時間上高嚟講，算唔算富裕啊？你有冇諗過10年嘅時間要3次對外宣教啊？個版圖咁大，你有冇問嗰個問題嘅呢？點解可以做到啊？使徒行傳第13章就咁提醒我哋啦。聖靈說要為我分派巴拿巴和掃羅去做我照他們所做嘅工，於是禁食禱告，按手在他們頭上，就打發他們去了。弟兄姊妹們啊，呢個真係唔係人嘅工作嚟㗎，呢個係邊方面嘅工作呢？原來係聖靈嘅工作啊！請留心加拉太書保羅點講？保羅話：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我哋已經靠聖靈得生未啊？主耶穌同我哋講啊，我哋必須要重生，要藉着水同埋道，要藉着水同埋聖靈，我哋需要重生啊，啱唔啱？我哋重生咗未啊？重生咗啦。不過唔知大家有冇問過個問題呢？
咁大家都係基督徒，咁點解有啲人你發現到佢哋好似特別有能力啲嘅呢？為主做工啊，好似嗰個果效深啲廣啲嘅呢？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情況，我哋唔可以忽略㗎。保羅話：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弟兄姊妹們啊，請問我哋信咗主之後我哋行事為人，你覺得多憑己意啊，多靠自己啊，定抑或真係按照著聖經嘅教導隨時敏感於聖靈嘅感動，同埋喺當中仰望主所賜嘅能力，而去過好每時每刻呢？你覺得你我嘅人生係點樣呢？感謝讚美主。每一次讀聖經都覺得好吸引。咁所以喺我嘅裏邊呢，我真係有個夢想㗎。我個夢想就係乜嘢呢？你有冇諗過，如果昔日使徒們去過嘅腳蹤，如果今時今日都可以去一趟，你話好唔好啊？好唔好？想唔想去？去過以色列未？想唔想去？想。去過使徒腳蹤未？未啊？不過雖然未啫喎，但係好多弟兄姊妹都去過歐洲噃。啱我哋可以去歐洲，歐洲好靚。但係各位啊，你去歐洲嘅話，你亦未必係點樣呢？踏足翻昔日使徒嘅腳蹤，因為今時今日去歐洲嗰啲係歐洲旅遊團嗰啲咧點樣呢？shopping 嘅美麗嘅地方呢，佢就帶我哋去。但係昔日使徒們去嘅腳蹤呢，今時今日好多旅行團就未必同你咁去呢。我有呢個嚮往㗎，感謝主。幾年前長話短説，我真係特登嘅要按照著使徒們嘅腳蹤去一趟。其中咧點樣呢？你哋聽過咩叫自由行㗎啦？係咪？有冇聽過自駕遊啊？我嗰次就係自駕遊。咁你問彭老師啊，你又點去啊？呢個只係一個舉例啫。真係由腓立比呢度咧，去到希臘嗰度，真係咁樣兜一個地方去到哥林多添喎。哇！真係覺得好精彩㗎。要記住啊，帶埋本聖經去旅行啊。去到邊一度去到當地，真係讀一段聖經同啲家人咧講解一下。而我發現到一件事，哇！原來從腓立比去到帖撒羅尼迦呢度。弟兄姊妹們你估近㗎？呢度加埋埋成幾百公里啊！我哋當我揸嗰陣時候，我有咩感覺呢？我發現到風景真係好靚，但係因為靚啊，佢有好多原來唔係平地嚟㗎，係高山嚟㗎，沿海嚟㗎，高高低低，揸車係靚喎。咁但係請問昔日使徒們佢哋點去㗎？行路㗎？點行啊？係咪啊？弟兄姊妹們，咁樣因為傳福音但係我哋發現到一件事，福音點解可以咁樣廣傳啊？喺保羅佢嘅報道裏邊，佢留俾教會嘅書信裏邊，曾經有一個咧重要嘅消息俾我哋知嘅噃。我請會眾嚟讀帖撒羅尼迦前書1章7至8節，好，請讀。福音廣傳，如果教會即係有個觀念就係乜嘢呢？唔係啊！我哋所有嘅點樣嘅力量，所有嘅時間，只係單單安排喺禮拜堂當中嘅啫。呢個仲未明白神賜教會俾我哋嘅目的。弟兄姊妹們，當時有教會點樣呢？請留心保羅點講。佢話甚至你哋作咗馬其頓同埋亞該亞所有信主之人嘅榜樣。咁我哋問啦。馬其頓同埋亞該亞係點樣㗎？佢原來唔係一個城市嚟㗎，佢原來係一個 region 嚟㗎。哇！帖撒羅尼迦竟然可以點樣啊？將主嘅道、將神嘅福音就係咁樣廣傳開去。當然昔日保羅嘅團隊佢哋真係喺當中日以繼夜嘅不辭勞苦去廣傳福音。但係點解福音可以傳遍當時候咁廣大嘅陸地啊？弟兄姊妹們啊，因為凡重生得救嘅人都有聖靈居住在其中。
並且我哋嘅力量按照神嘅心意底下係唔應該靠自己嘅，係要依靠神嘅。昔日佢哋嘅腳蹤，我哋睇一睇。例如你問係咪好遠啊？咁以保羅嚟講，佢喺耶路撒冷，佢喺當時候安提亞嘅地方，佢所做嘅原來都喺由近去到遠，喺佢自己嗰片嘅土地當中有啲時候需要搭少少船但係弟兄姊妹們我哋今時今日，我相信我哋好多人都唔係生喺呢度嘅，我哋都係移民過嚟嘅，啱唔啱啊？弟兄姊妹們仲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我哋告別香港嘅肢體嗰陣時候，我哋話俾你聽，神帶領我哋嚟到呢度傳福音呢度有好大嘅禾場但係弟兄姊妹們嚟到呢度之後，我哋嘅福音行蹤又如何呢？感謝讚美主，大家覺得生活喺多倫多好唔好好唔好？點樣好？你話多倫多好多唐人嘢食梗係好啦。咁呢個固然好啦。想當年我先去美國先嘅，美國以香港話嚟講有好多山卡啦去飲餐茶淨係揸車都揸4個鐘頭食嗰碟嘢，原來點樣咧都係冰鮮望落去係新鮮，原來只不過係撒幾粒新鮮嘅蔥花落去咁去到就係飲餐茶啦。多倫多好唔好你話呢度真係好似香港小香港溫哥華又係叫小香港但係弟兄姊妹，我哋嚟到呢度唔係喺當中盼望見另一個烏托邦我哋嚟呢度嗰陣時候，我哋豈唔係分享俾人聽？神帶領我哋嚟呢度有好大嘅禾場咩？並且我哋發現到論到呢度嘅禾場唔單止淨係多倫多感謝讚美主。喺過去呢一年喺神嘅帶領當中，我發現到咧 East 同埋 West 幾有意思嘅弟兄姊妹們，需唔需要經常走401需要401嗰陣時候你見到有 Highway 401啦，你仲需要做乜嘢你會唔會好似我一樣㗎？今次你係去 East 定係去 West？ 你要問呢個問題，定話唔使去親都去 West 㗎啦？我感謝讚美主。例如去 West 咩？我發現到 West 當中原來有好大嘅禾場你知唔知道大概嗰度揸車揸2個幾鐘頭，有個叫做倫敦市㗎你問嗰度做報道有冇得做㗎？大有需要。而喺主嘅引導底下咧，例如去 East 咧我感謝讚美主，你哋有冇聽過 Kingston 不管係去 West 又好 East 都好，原來呢兩個城市都差唔多路程㗎遠唔遠人老啦，就開始覺得真係遠遠地啦，個零鐘都算數，2個幾鐘頭都唔可以一口氣揸到過去。但係弟兄姊妹們內心興奮，因為點解咧？真係荒禾場真係好大求主幫助我哋人生究竟有幾多個10年保羅同佢哋嘅團隊以保羅為計，佢信咗主之後，其中有一個10年咧就點樣咧？係對外宣教我哋再嚟睇，信咗主之後，人生又能夠有多少個10年咁點解我哋要經常問呢個問題咧？因為對我哋真係有關係㗎不如咁樣問好唔好弟兄姊妹們我哋大家都彼此認識一下好唔好想問大家，自你信咗主之後，喺主嘅恩典底下，請問你信咗主有幾多個10年你哋彼此認唔認識㗎淨係一味話俾人聽，我信主好耐㗎啦，我返嚟間教會好耐㗎啦，一開頭我就喺度嚟㗎啦。咁你有幾耐好，而家彼此認識。如果你信咗主已經有10年嘅，請舉手。有冇人信主有10年㗎？感謝主噃，相當好。咁請問喺我哋當中有冇人信咗主有20年㗎？都有咁喺我哋當中有冇人信主有30年㗎？又有再嚟，有冇人信主40年㗎？就嚟，但係都有有冇人信主50年嘅？
都有。再嚟，有冇人信主60年？都有。再問，拍定手掌都啱噶啦，60年啦。有冇人信主70年嘅？有冇？哇，真係好犀利噶啦！即係就嚟你啦，相當好。嗱，弟兄姊妹們啦，咁而家我哋要主內團契啊嘛。我又問大家啦，咁請問保羅信咗主之後，佢又一共有多少個10年呢？有啲冇聲音嘅喂。我哋平時就彼此大家關心，咁你都要關心下保羅㗎，啱唔啱啊？你唔理佢㗎？咁請問保羅信咗主之後有幾多個10年啊？都係要返主學㗎啦。好，睇一睇保羅信主有幾多10年呢？咁我哋首先要問保羅幾時信主㗎？原來佢大概喺主後36年。其他嗰啲嘅參照表都係差唔多嘅，相差都唔係太遠嘅啫。咁請問保羅邊一年被主召回翻去見主面㗎？係大概係主後咧66年到啦。咁即係請問保羅信咗主喺地上高有幾多個10年就3個10年，30年。而剛才所講嘅，請問嗰個對外宣教係發生喺幾時㗎？係喺保羅邊一個10年發生㗎？第一個，我聽到2個版本，有啲話第一個，有啲話第二個。第一個定第二個啊？第二個。你睇睇咯。佢信咗主係主後36年啊嘛。咁請問1、2、3幾時開始啊？呢3次喺主後46年。咁意思即係點解啊？喺第一個定第二個？第二個得唔得？開唔開心啊？呢一堂道好啊，係咪覺得真係對於《使徒行傳》掌握多咗啊？係啊，原來係第二個啊！不過我哋不禁要問啦，如果保羅佢信咗主之後佢係第二個先至喺當中咧，蒙聖靈嘅帶領，有呢3次嘅對外宣教、海外宣教。咁請問佢第一個10年佢做乜嘢啊？第一個10年佢做咩？弟兄姊妹們第一個10年做乜嘢？你有冇印象啊？我哋翻嚟想翻下，分別喺《使徒行傳》第9章嗰陣時候，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保羅未信主嗰陣時候，佢點樣對待神嘅教會㗎？佢逼迫教會㗎嘛。但係其後就係呢位憐憫嘅主啊！保羅嗰陣時好惡，但係各位，神係公義。如果救恩唔臨到保羅嘅話，永恆嘅火就係佢嘅份嚟㗎啦。但係神仲喺當中憐憫佢，主耶穌基督喺大馬色嘅路途上高向佢顯現。你知唔知道嗰陣時佢惡到嘅地步啊？冇人敢再同佢講嘢㗎啦，啱唔啱啊？你敢唔敢啊？我哋話真係好威惡啊！呢個係咪啊？一表示身份，即刻就拉你啦！你邊度敢啊？係咪？但係主憐憫佢。當保羅信咗主之後，你知唔知道保羅佢其後發生咗咩事啊？佢唔單止唔再毀謗耶穌基督嘅聖名，佢仲反倒嘅係乜嘢啊？傳揚耶穌基督嘅聖名，傳得熱唔熱心啊？好熱心啊！熱心到個地步點樣啊？佢近時去逼迫人噶嘛，但係當佢一初信主之後，佢傳揚耶穌基督熱心到個地步，發生咩情況啊？俾人哋逼迫翻佢啊！你記唔記得啊？哇！嗰次仲好大件事添啊！咁請問當保羅信咗主之後，頭嗰10年佢做咗乜嘢啊？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本土宣教咯。佢嗰陣時喺邊度傳福音啊？喺耶路撒冷啊嘛。咁請問佢被人逼迫咗之後，佢去咗邊度啊？頭先第一個問題你答得真係令我好開心嘅，但係答落去嗰陣時又發現到好似都你有冇上主學㗎？咁其實保羅嗰陣時去咗邊度啊？佢翻咗鄉下啊嘛。佢鄉下喺邊度啊？大
大數啊嘛，係咪先？所以對保羅嚟講啊，你問保羅啊，你個鄉下喺邊度嚟啊？保羅原來有兩個㗎，佢可以答你耶路撒冷，因為佢事實上高，佢其實真去咗耶路撒冷，受當時候著名嘅教法師我嘅名下底下接受嚴謹嘅律法訓練嘅但係大數又正正係佢出生嘅地方嚟嘅，並且根據保羅所講嘅，佢唔講我哋都知。原來大數喺當時候嚟講唔係無名嘅小城嚟㗎，原來大數亦都喺當時候就係希臘人嘅哲學大學城之一嚟㗎。所以大數呢個地方係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嚟嘅。各位對保羅嚟講，第一個10年佢做乜嘢？佢就係做本土宣教咯。雖然保羅被稱之為叫做外邦人嘅使徒，但係弟兄姊妹們啊，保羅愛唔愛佢嘅同胞啊？愛唔愛？你睇下保羅，佢每逢對外邦人宣教之前你有冇發現到佢會先去邊度地方先㗎？去會堂啊！咁你去會堂做乜鬼啊？你呢個外邦人使徒，佢可以答你啱，我嗰度有外邦人啊嘛，但係嗰度更加有猶太人。哎呀，你呢個外邦人使徒，你仲愛你自己嘅同胞咩？愛？喺羅馬書第9章第1至3節，你有冇讀過啊？有冇讀過呢一段聖經保羅係咁樣講㗎，佢就話啦：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嘅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嘅弟兄，我嘅骨肉之親，就係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保羅話：我也願意。我剛才好似唔係讀過，我好似係背嘅，係咪啊？我背成點啊？背到喎嗬？你又話你讀過嘅喎，不如而家輪到你哋嚟背好唔好啊？一齊嚟背咯嗬！預備起。記住係背喎，望住我喎。都背得幾好啦，雖然係細聲咗少少弟兄姊妹們，你哋識背㗎嘛？你能夠背到呢段經文，弟兄姊妹們係咪都係你自己嘅心聲嚟嘅呢？求主幫助我哋。哎呀，弟兄姊妹們輪到耶路撒冷輪到大數就係保羅嘅地方。其實呢個真係帶俾我哋好多嘅思想啊！輪到耶路撒冷嚟講，你知唔知道基督徒我哋點樣面對聖經所講嘅耶路撒冷呢？我哋要知道耶路撒冷分別有地上嘅耶路撒冷，亦都有天上嘅耶路撒冷。邊個好啲啊？咁梗係天上嘅耶路撒冷啦。但係對好多嘅基督徒嚟講，我哋好多時候眷戀嘅係眷戀邊個多啲呢？係地上嘅耶路撒冷啊！咁請問幾時候先至會掛念天上嘅耶路撒冷呢？就係我哋發現到，哎呀，我哋曾經所眷戀嘅呢個地上嘅耶路撒冷，有一日佢終於唔可愛啦，佢改變啦，佢對我唔好啦。各位我哋就會好自然嘅被趨向點樣呢？我哋就我少諗到地上嘅耶路撒冷，甚至乎唔諗，亦都唔想再翻去我哋就更加掛念在天上嘅耶路撒冷。但係請問使徒保羅係點樣嘅呢？神俾佢嘅教導係點樣嘅呢？喺使徒行傳第23章主點同佢講呢？佢翻到耶路撒冷啦，哇！原來真係好艱巨啊！呢個耶路撒冷對佢嚟講，同佢以前嘅耶路撒冷真係唔再一樣啦。但係主點樣引導佢呢？主點樣教導佢，同佢嘅內心說話呢？主係咁同佢講嘢㗎。當夜，主站在保羅旁邊說：放心吧，你怎樣在耶路撒冷為我作見證，也必怎樣在羅馬為我作見證。弟兄姊妹們如果我哋對於地上嘅耶路撒冷，你話我開始失望啦，呢啲日子我更愛天上嘅耶路撒冷，你唔係唔啱，
但你知道嗎？我哋嘅主，除咗佢賜俾我哋有天上嘅耶路撒冷，但我哋本嚟，我哋出生嘅就喺呢個地上嘅耶路撒冷啊嘛，啱唔啱啊？我哋對主俾我哋嘅異象有冇忘記呢？求主幫助我哋傳福音就係點樣呢？就係時刻嘅將主嘅愛銘記於心。我好中意呢幅圖畫嘅，喺左邊同埋右邊。我哋喺右邊，我哋見到乜嘢啊？係撒種啊！但係呢個畫家佢刻意底下，佢好似想話俾我哋聽，呢一隻撒種嘅手原來係屬於某一位嘅。請問係邊一位啊？係耶穌基督。你話點知啊？因為睇到釘痕手啊！今日我哋話要撒種啦，你又試下諗下啦，耶穌基督佢仲有冇撒種咧？咩叫做傳福音咧？弟兄姊妹們啊，傳福音其實都唔係太過特別嘅啫。其實傳福音即係話俾我哋聽一件事，與主同工，啱唔啱啊？你話今日我哋要追傳福音好難咯。咁但係我想問你啦，你估我哋追傳福音，主耶穌有冇追傳福音啊啦？更加有啦，係佢吩咐我哋，係佢感動住我哋，啱唔啱啊？而家就睇下我哋願唔願意與主同工，並且唔好淨係睇主嘅手啊，仲要睇咩嘢咧？睇主嘅腳。弟兄姊妹們，今日原來有好多嘅地方，有好多嘅禾場，有好多咧福音未遍之處，原來仲係等緊你同埋我定必要將福音廣傳開去嘅。我哋走過未呢？主耶穌喺基督喺約翰福音第10章佢點講呢？佢話我另外有羊唔屬這圈裏嘅，我必須要領佢哋嚟，佢哋要聽我嘅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最拉尾一樣嘢求主幫助我哋珍惜信主嘅人生今日嘅題目叫咩名話？人生有幾多個10年？咁請問保羅信咗主之後有幾多10年啊？3個10年開唔開心啊？請問第一個10年保羅做咩話？本土宣教第二個10年呢？海外宣教。咁主賜俾保羅有3個10年嘛？第3個10年做乜嘢啊？做乜嘢？睇你嘅面部表情，我唔知有冇講錯咧。你好似未諗過呢個問題嘅噃。你覺得今日問呢個問題問得好唔好啊？係喎甚至乎你可能話牧師，其實以前保羅3個10年我都撈到亂晒大龍嘅，我都唔知佢做乜。唔係傳福音啊嘛。咁但係佢點樣傳咧？係咪？你睇唔睇到神嘅手？原來喺每一個屬主嘅人身上高都有佢奇妙嘅作為啊！我發現到原來有 pattern 㗎，猶如好似點樣樣咧？呢個 universe 一樣，諸天述説神嘅榮耀，穹蒼傳揚佢嘅手段。我哋豈唔係比宇宙更加寶貴咩？你知唔知道啊？神俾你我呢個豐盛生命，大家都唔一樣，但係我哋嘅生命係奇妙嘅。要緊嘅就係乜嘢咧？我哋願唔願意憑他旨意行好，咁請問保羅第3個10年做乜嘢啊？竟然有所謂叫做第4次嘅對外宣教㗎。你哋知唔知㗎？剛才豈唔係話《使徒行傳》一共有幾多次對外宣教話？3次。咁點解今次會有第4次啊？宣教學家喺佢哋研究裏邊，佢哋發現到保羅應該有第4次，其實都唔需要宣教學家啦。只要我哋肯讀聖經嘅話，我哋都發現到一件事。請問獄中書信係邊幾卷啊？喂，一共有幾卷先？獄中書信有幾多卷？犯主日學有幾多卷？4卷，啱唔啱啊？邊4卷？以弗所書、哥羅西書、腓利門書、腓立比書。咁請問呢4本嘅書信係喺邊度寫㗎？如果根據《使徒行傳》所俾我哋嘅資料嚟講，就係喺《使徒行傳》最拉尾嗰章聖經啊嘛，啱唔啱啊？就係保羅第一次喺羅馬嗰陣時候寫㗎嘛，
咁但係輪到坐監咧，雖然冇標榜係獄中書信，但係其後我哋再讀提多書、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後書嗰陣時候，我哋都知道一件事，特別喺提摩太後書，保羅係再一次入獄羅馬，啱唔啱啊？咁我哋就問啦，其後又發生咗咩事咧？咁樣，原來喺保羅第3個10年嗰陣時候，佢分別有第一次坐監同埋第二次坐監，但係喺使徒行傳裏邊，起咪話俾佢聽咩？佢第一次坐監坐幾耐啊？28章，你可以睇聖經㗎。係啦，冇錯，佢坐咗2年啫嘛。咁人生有幾多個10年？佢第3個10年坐咗嗰2年之後，乜佢有做乜嘢先得？係咪啊？感謝讚美主，仲有第4次對外宣教，其後還需要點樣呢？書寫其他書信得唔得啊？佢喺當中唔忘話佢以前曾經福音廣傳嘅地方，繼續去傳講咯。弟兄姊妹們啊，哇！今次呢堂道，如果你願意喺當中翻去再重溫嘅話，甚至乎我覺得而家我哋應該得益不少噶啦。今日題目叫咩名話？人生有幾多個10年？可能你會話，牧師啊，點解咁有感觸同我哋講呢堂道啊？一方面佢係出自於聖經啦，另一方面幾年前你知㗎啦，短宣中心，我哋咧唔單止每個月都好繁忙，我哋咧對於咧喺當中重要嘅日期咧，我哋要找緊機會，咁所以復活節啊、聖誕節，我哋都找緊機會㗎。感謝讚美主，多倫多真係好好㗎，呢度真係可以有好多地方公開報道㗎。而其中我哋喺一個嘅商場報道嗰陣時候，咁我哋有福音音攤遊戲㗎嘛，其中就有一個嘅老先生70零歲到啦，走到埋嚟我哋嘅攤位，就問我哋啦：你呢啲嘢賣幾多錢㗎？我哋就話唔賣㗎。佢話咁鬼靚嘅，俾錢都唔買。我哋話唔賣㗎，但係你願意聽我哋講一隻古仔，我哋就送俾你。咁大家都知啦，我哋講咩古仔啊？講主耶穌，係咪啊？當我哋同佢講嗰陣時候，講到咁上下啫，佢就唔耐煩啦。佢話：我話俾你聽我哋啲家族捐好多錢俾教會㗎。我同過好多大牧師食過飯㗎咁樣。我哋有啲時候傳福音會遇到個咁嘅基督徒㗎喎。而其中咧有一個嘅基督徒，感謝讚美主，佢睇到呢位嘅老先生手上高有好多一粒一粒嗰啲大黑珠啊，佢個心就唔放心啦，跟住就問咗佢個問題啦。佢話：呢位嘅老先生，呢位先生，可唔可以知道你信咗主未啊？你信主有幾耐啊？一咁問佢啫，佢點講嘢法啦？佢話：你問我信咗主未？你問我信主有幾多年？我話俾你聽啊！我信主嗰陣時候咩話？係咁講嘢㗎。再嚟一次啊！我未信主嗰陣時候咩話？你都未出世啊？如果弟兄姊妹們你信主真係有若干嘅10年嘅話，我同大家講呢句説話唔好講啊！其實好驕傲啊！信主日子長啦，代表乜嘢啊？啱唔啱？咁我發現到啲基督徒咧都係初信嘅啫。咁呢位先生咧就喺當中咧左講右講，然之後咧我就走埋去佢嘅身邊啦，我就同佢講：咁問你一句，咁請問你信主有幾多個10年啊？佢就同我講啦：你問我信主有幾多10年？你聽好我話俾你聽我信主已經有50年啦。咁跟住我問佢：哇！你信主有50年啊？可唔可以精簡啫？你千祈唔好由第一年逐年數你每一個10年，你點樣經歷到神俾你嘅恩典同埋佢嘅大能，精簡啲分享下咁然之後佢停低落去諗一諗，係喎，我信主所謂50年，其實我人生當中我經歷過啲咩嘢？佢仲不禁懷疑當中，係喎，我話俾人聽，我信咗主啦，但係我冇返教會啊，係咪？係幾廿年前去過啫嘛。咁然之後我就同佢講件事啦。你信主50年啊，你未諗到點分享啊？不如俾我講先啦。我感謝主，喺主嘅恩典底下，時間過得真係快。
不知不覺我信咗耶穌都5個10年啦。而家係我信耶穌第6個10年嘅開始。我感謝讚美主。我第一個10年，我依靠主嘅恩典，真係足足10年啦。我個月同我媽媽講福音。10年後，我媽媽信咗耶穌。第二個10年呢，做咩好咯？神有佢嘅計劃。其後我再向我嘅爸爸傳福音。我爸爸喺我信主第二個10年，又信咗耶穌。咁時間關係啦。第3個、第4個，如果你想聽嘅，一陣間完咗之後先講俾你聽。但係第5個咧，我同佢講，呢個新鮮滾熱辣啦。我感謝讚美主咯。我祈禱求主耶穌基督讓我學效佢嘅道成肉身式咁樣進入人群。我好盼望我能夠再一次翻到去大學生當中。我感謝讚美主啊！我幾年前神聽我禱告，我再一次入翻去大學當中讀書啊！有好多人問我，彭牧師啊，你應該係博士嚟㗎，咁點解你要再讀啊？咁樣讀之前係博士，讀完之後又係博士，咁讀嚟有咩意義咧？咁樣我諗咗好耐。有個牧師同我講件事，我哋教會老化啦，冇年青人啦。然之後佢問彭牧師點算咧？咁樣我就將神喺我身上嗰啲嘅計劃同佢分享。跟住佢同我講一件事，佢話彭牧師好計。跟住佢問多一樣嘢喎。佢話彭牧師，按照你嘅情況，其實你係真讀定係假讀嘅咧？我事後我真係回想咗好耐，我係真讀定係假讀嘅咧？我就坦白話俾你聽，我係假讀。不過我呢啲咧係假讀真傳。讀書係假嘅，傳科咪真嘅。咁你咪點掂啊？你唔好理總之點樣咧 ？GPA 佢行12為最高分嘅，我就攞11.47。GPA 攞4.0咩？我就同你攞4.0。我冇呃你㗎，功課我交足，試我考柴。但係弟兄姊妹們難唔難呢？好難啊！真係。喺我讀書嗰一年，有7個同學，我感謝讚美主咯。時至今日，我係第一個畢業，亦都係唯一一個可以畢業。哇！原來呢一招太難啦，真係。但係第一次我要感謝神嘅就係乜嘢咧？傳福音實在太精彩啦，係咪？哇！當我哋喺當中去到嗰啲大學生群嗰陣時候，我話俾你聽，多到不得了啊！佢哋真係有心聽福音噶，不過冇人話俾佢聽點樣信耶穌。你話可以去到佢哋當中幾咁好咧？真係好純情噶。你哋都嚟過耶穌愛華埠啱唔啱啊？請問耶穌愛華埠特點喺邊度嚟啊？我哋唔單止做單攤華埠啊，嗰度有大學有幾間啱唔啱啊？哇！你入到去你發現到哇咁多大學生嘅，但係例如你話我淨係想做環學生啫，有大把夠唔夠你做啊？有幾多大學生喺度？17000人夠唔夠你做啊？你話都幾好喎。Waterloo 咧，Waterloo 滑鐵盧大學又叫做咩大學啊？俗稱叫做中文大學。咁你問點解啊？你入去 Waterloo 你發現到原來大部分係中國人嚟㗎，得唔得啊？女士嚟講你知道邊間係滑鐵盧大學或者另一間大學好易睇嘅啫。如果係名校嗰啲咧，唔係點化妝真係好鬼勤力嘅，真係呢啲係我哋華人特性嚟嘅。傳福音我哋聽唔聽咧？聽。哇！弟兄姊妹們我哋問，咁喺嗰度有需要，呢度有冇需要啊？我哋一萬感謝，感謝讚美主。我哋喺呢個社區當中，呢個禾場大唔大啊？大到不得了，實在太興奮啦！但係弟兄姊妹啦，我哋必須要向佢哋傳講嘅，時間關係啦。剛才我哋嚟讀到《使徒行傳》第21章嗰陣時候，我再讀多一次第20節俾大家聽。他們聽見就歸榮耀與神，對保羅說：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嘅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其實呢段經文呢，佢有佢隱憂嘅地方，但係亦都有值得令人感恩嘅事情嚟㗎。當我外邦人嘅代表同埋猶太人嘅代表，大家都講到呢位拯救嘅神點樣喺當中大施拯救嗰陣時候，保
保羅就係將喺外邦地當中，外邦人點樣蒙恩信主，都話俾當時候教會人聽。而當時候教會佢哋嘅長老啊，點樣同保羅傾偈呢？又講翻俾佢哋聽。喺第20節就咁講嘅，對保羅說，留心聽啦噃，兄台，你看猶太人中信主又有多少萬，並且都為律法熱心，美唔美麗啊？你哋都好似仲未捉到啊！嗱，個劇情有少少似咁樣樣咯，就好似我同阿杜牧師傾偈啊，我先分享到成個大多倫多市、成個安省加拿大嘅需要，咁然之後杜牧師就同我講嘢啦，佢話：我兄台，你睇下，我哋萬錦市呢度啊，信主係有多少萬？萬錦市呢度真係要用萬嚟計嘅，呢度啲華人真係有啊！多唔多人未信主啊？好多人啊！弟兄姊妹們，好大嘅禾場嚟啊！求主幫助我哋啦！今日有人話足不出戶嘅宣教、海外宣教同埋本土宣教啊！我精簡啲咁樣講，其實兩樣都重要啊！縱使今日我哋話要做本土宣教都好啊，我哋仲有好多機會遇到有唔同民族嘅人。弟兄姊妹們啊，點樣預備自己參與海外嘅宣教啊？求主幫助我哋喺本土宣教當中，點解唔考慮喺當中？而家就開展啊！除咗向我哋嘅同胞還翻嘅債之外，點解唔向其他民族同佢哋講傳福音啊嘛？你要試下先啊嘛！成日都要等到去到嗰度先係，係咪啊？感謝讚美主！並且未講完㗎。今日抱歉，我啱啱準時到。點解我會啱啱準時到咧？因為我琴晚瞓唔着，我諗起嗰張 poster 留咗喺短宣中心，咁所以琴晚瞓覺囉囉攣啊！你哋知唔知道5月30號有個大日子啊？知唔知道啊？係我哋特登請你哋去食飯請你哋食飯唔使俾錢㗎，自由奉獻嘅咋？咁你問喺邊度嚟㗎？咁樣感謝讚美主，原來就係喺咧嗰一條街，我哋會去嗰個地方，而嗰個地方咧。我唔係我幫佢傳出去嘅，好多教會都話俾我聽，嗰間禮拜堂發生咗一件好大嘅事情，其實都係代表着我哋其他華人教會都會面對到嘅。但係竟然感謝主，神帶領咗佢哋，神唔單止俾佢哋有勇氣要行真理，即使要付代價，神仲將一個咁美麗嘅地方俾翻佢哋，不得已佢哋仲廣傳福音。弟兄姊妹們呢個聚會你哋會唔會嚟㗎？會唔會嚟？會唔會嚟？會嚟啊！點解要嚟啊？你望唔望到啊？你點樣都要嚟啦，係咪先啊？因為我哋杜牧師度嚟啊嘛，係咪先大家嚟食餐飯好唔好啊？並且我覺得我點解更加想大家嚟咧？喺佢哋嗰度有佢哋嘅佈道策略，佢哋唔係嚟好遠嘅啫，淨係喺翻嗰條街。向西嘅，我剛才咪講到 East 同埋 West 嘅，我好有感動，要同你哋做呢一條 McAlvin 嘅 East 呢邊。你話將會點樣樣㗎？將會好精彩嘅。時間關係啦，要完啦，好唔好啊？好。最後尾我哋嚟思想一件事，大家再嚟做選擇題啦。先問1世紀同埋第21世紀嘅教會有冇相似嘅地方？其中分別會係點樣樣嘅咧？係平分秋色。點解啊？初期教會幾咁有力量，幾咁榮耀見證神。時至今日，我哋21世紀教會一樣都係咁樣樣，平分秋色。因為我哋弟兄姊妹們，第二有過之而無不及，咁梗係我哋好過佢哋啦。咩話？以前佢哋傳福音咩話？點傳㗎？行路。今日我哋係咩話？我哋揸車啊嘛，我哋坐船啊嘛，仲有坐飛機無人機都就嚟啦，係咪？火箭都得乜都得，係咪啊？簡直太厲害啦！梗係我哋犀利過佢哋啦。但係第三個係乜嘢咧？唔係啊，有明顯嘅相差。弟兄姊妹們，今時今日嘅教會同初期教會相比底下，你覺得我哋嘅光景係點樣樣？哇！發人心醒啊！
最尾就讓我喺當中以約翰福音第9章第4節主耶穌所講嘅說話，我哋彼此勉勵。主耶穌點講呢？佢話：趁着白日，我們必須作那差我來者嘅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作工。弟兄姊妹們啊，你睇下而家現時嘅局勢，你睇下聖經所講嘅預言等等，其實呢啲豈唔係提醒我哋咩？求主幫助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咩名啊？人生有幾多個10年呢？求主幫助我哋，唔理我哋喺邊一個地方，都朝着主所俾我哋嘅使命人生，忠誠嘅為主而活，榮耀歸神。